日前，香港政府發布咗政制發展綠皮書，對於普選行政長官同普選立法會，綠皮書入邊一共提出咗3個方案。喺時間方面有2012年、2017年同2017年以後3個方案。另外，綠皮書仲指出，中央喺特區政制發展上面有最終嘅決定權力。喺今個月15號，香港大學學生會喺旺角舉行咗有關今次綠皮書嘅論壇。參加論壇嘅嘉賓包括劉慧卿議員、黃毓民教授以及李永達議員。陳家洛博士亦都受到邀請，但係當日並沒有到場。幾位嘉賓都對綠皮書作出咗負面嘅評價。橋啊，都要去攞翻英國人當年嘅橋嚟去用，就係將你打散晒，咁啊逐樣問，咁問到出嚟咧就聚焦唔到，咁聚焦唔到佢出嚟話以為冇喎。呢份綠皮書基本上就係揾老襯，講完3個字，喺度拖延時間3個月。喂，大佬3個月，問下你而家在座啲人，你睇呢份嘢，你都睇到一嚿雲，又2012，又2017，又2017以後，又立法會又逐步，佢都唔知喺度講乜，目的就係拖延。你有冇見過一個政制綠皮書或者政府提一個政制嘅建議方案建議係冇立場嘅政府？我都覺得咧，裏邊啲嘢咧係非常之複雜嘅，即係裏邊咧有成全部有成50幾版，200幾行，200幾段，70幾個問題，即係嘅民主黨都同意咧，最拉尾香港有冇或者幾時有普選咧？最終決定都係北京政府。嘉賓都指出，今次綠皮書係將問題拆件諮詢，令市民難以明白，用意係在於拖延時間、分散民意，營造喺社會上面冇主流意見嘅現象，令到普選嘅安排最終決定權落喺中央政府嘅手上。對於今次綠皮書隱藏有咁多嘅隱憂，劉慧卿議員喺論壇上面向市民提出咗建議：你哋多啲關心。如果你翻到去攞份意見書睇下，自己去回應下，嗰陣時咧，我唔理你特區政府話民意係參考，民意係咪淨係參考嘅咧？民意係不可欺嘅。校園電視記者馮小聰報導。